欢迎收看《后上海上公》，有花太假公。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係涂世忠啊。中國強下來同後生人打在鼓了。咁啲大家平常是窗外時咧，就拍這個行路操太重交通工具以外，咁會試車騎奧多拜咧。據統計咧，到2023屆正月時咧，台灣總共有2300萬台嘅車。馬西講130人，地圖是98人有奧多拜，韓國咧有36人有係呀。按多嘅車，台灣有按合，咁會發生當多真危險嘅事情咧，咁有6屆後生來同大家傾下來分享點解交通經驗了，掌聲來歡迎。第三樓係小機度係阿麗家，大家好，我係最鬧到台北市場嘅麗家。尊敬講到呢個。你台北市冇人見茶位出來等你鬧。係，你係講佢就台北市市場人講嗬，有錢咩甜到茶位，我而家前見嗬。天氣茶樓小機度係嘉寧。大家好，我係東京騎奧多拜嘅嘉寧。因為有乜嘅創傷，等下等下大家講下嚟。騎奧多拜，唔係，嗰個面孔係衝威騎奧多拜。是這樣子。其實兩面孔有衝先私人茶。哎，這是什麼面相？兩面孔有懂奧多拜哦。奧多拜，你要幹嘛嘅意思？第三道小哥嚟，不一。大家好，我係想要騎重慶奧多拜嘅味。有幫茶，我有便宜。兩面重慶奧多拜。我有錢，咁多咧。我有錢，唔過佢係老人有啲冇丟搭，佢係多時間買嘅重慶奧多拜時，記得搶太趕哈。完成人生的願望，看你可不可以在山道上面當一些。好，第三道小哥嚟，好心。好，我係特擺羚羊嘅數思維變到後生娃娃車嘅後先。哦，係啦，所以太假賺，所以太假賺。後生當槍，我係之一。你講咩？因為我之一。第三道小機度係阿小鳳。係，大家好，我係 T 台茶，我爭埋3班橋嘅小鳳。係玩氣係冇？唔係真件咧，係真件。係呀，係真件咧，係呀。3班橋比奧多拜更便宜。限定人講哦，都帶4代冇，等下上來談哈。最尾老小機就阿 V 輪。大家好，我係咩七家花錢買人生 T 台奧多拜嘅 V 輪奧多拜。咩糖水咧？嘛？奧多拜啊，奧多拜。應該兩個係重機嘅。這個更不懂。看部分。好啦，前幾日咧開始，因為我相信財創類到了原因，睇下應該都有駕照咧，哈，應該沒有無照駕駛的人嘛，哈。冇啦。不過問題就係講，提起擺考到駕照嘅時節係耐時係耐久，分別還有那個奧多拜，還有那個海牙嘅駕照，乜嘅時節考到，韓國你考駕照嘅時節要發生乜嘅突然間嘅事情，就係講也未看到，曾經唔啲愛笑，也係愛叫，係嘉寧先來講一下。係，我係冇奧多拜嘅駕照。都一下嘛？都一下都冇，因為我未講騎奧多拜係有保鐵，因為韓國係馬路三寶都唔一樣，這個冇辦法。也未講，你就係馬路三寶職業。係，冇錯，我要快騎私人茶就跌到個水溝裡面。私人茶都唔係按嚟騎，人家私人茶按嚟騎。媽媽意思講，騎奧多拜偏人懂面嘅。哦。古時候奧多拜真嘅冇辦法，古時候我就冇，我不考咩冇奧多拜，我咩冇去考。哦，人海牙都23歲，那你不是去年才去考嗎？係啊，恭喜耶！恭喜，生日快樂！哎，你講下，哎，人奧多拜都25歲讓你考係嘛？係啊，25歲讓去考，係因為嗰時間我冇下嘅奧多拜，就本人調走咧。我說哇，就冇奧多拜都得來練習。差唔多25歲嘅時陣有奧多拜，但是呢，一般嚟講，睇下都18歲都有奧多拜嘛。但是我喺18歲嘅時間，就有嘅茶嘅駕照。哎呦！講人奧多拜唔去考，可能係唔知個東京奧多拜。
可能要爱迄三宝之一啦，对对，错。一般人吼，迄公主全部会视察，无人咧去欧多拜。唔係吧？但係最主要公主佢係本應在嘅吧？哦，錯。你冇愛用功啦，吼，冇啦。不過唐公你家靠嘅歐多拜加州嘅時節，真見又好笑又好。因為其實後面嘅愛去靠嘅歐多拜嘅時節，我真發現到。越玩越考，越玩越考，越慢越考吼，真係冇按軌嘅事情，因為佢進來進難嘛，錯嘛，將來佢哋嘅時間用嘅直線7秒啊，其實都難哦，都最尾1秒嘅時間，佢就按用網鐵咧，會張眼幫下去，而且被人家笑嘛，因為嗰時節真見大家都去靠嘅歐多拜，所以我排列來去靠嘛，然後成個就懂人啲寬面就會懂競爭，係，靠中嘅變數全部係你，然後後面就因為按用嘅時間就冇靠到，個靠聽一般嘅時間就真會靠到，但是其實對我來講靠2百個行走得啦，因為我媽媽係靠500，必到哦，係家族遺傳，冇，因為我媽媽真見係可能未看到懂人懂競爭啦，吼，去家去歐多拜嘅時都冇問題，但是細細嘅時節佢要在個眼裡哦，有沒有唔知做乜佢冇駕照就錯啦，但是呢，不過我媽媽無照駕駛，它是什麼100cc 就小的那一種，會視察50cc 唔過喺我面就做唔得佢用嘅啦，唔過你下去靠，幾時開就靠差唔多500，對我來講算係一種安慰啦，就是你用500聽聽，懂曬冇？你係一種好歹無照中，靠駕照就低啲係兩字外啦，完全冇用嚇，先見。阿小鳳，18歲噶嚇超有駕照啊，嚇用買件啊！大家靠駕照動到人，尤其細大，一啲上我係呀18歲，咪係真嘅，18歲我就去靠駕照，冇錯。唔過我老李家用要靠200，懂難呵，唔係我懂難，你每天係跳有自信嘅，一定係講講我睇靠200還都冇面子啊！因為我好高嘅學長你嘛，我發講啊，就啲廟路後嘅筆試都在網絡試題，就做懂多拜，做到懂有8啊！筆試通過以後我就都係去路考，叫路考吼，佢有一關係平交道，但平交道規定係乜嘅？唔到平交道以後，我停下來，用佢叫我飆下來，個看兩片，張起，叫我嗰時我耍帥，去到平交道以後我就頓點，我用佢叫。冇標下來，頓點1秒鐘，臉平粉，然後看，哎呦，懂到你的看來，我就過去了，你過去你就馬上32分扣題，出家冇去嘅，係啊，32分啊，係啊，結果我就因為按你我扣2多，很嚴刀，就係就耍帥，然後來嗲嘛，喊杯嘛，喊嚟當後嗲嘅。其實按你當好，我頓點按你叫冇標下來做唔得啦，真緊做唔得。我哋就會考試嘛，你就考100，你看就59分也是不及格。結果佢規定要停1個禮拜。係啊，你停1個禮拜辦緊點啊？回去反省，你做咩東西？終於反省。不過後先嘛，強讓係18歲時節考到駕照。係，應該18歲時節是有歐多拜繞海牙嘅駕照。梗係歐多拜一天，上應該一天去考，而且140度的一個，冇過什麼風險小事。係真係，唔用嚟啦。咩正經？誰來假設18歲時節去考100，因為太在超難險啲。100空中係考200，大家強下去考，你冇考到，你自己咪半年小事。還應該你學校喊做得因為你18歲該你考駕照，喊做得搶公駕。哇，真勁啊！乜好？東河，你想去東河係嘛？你想去東河？為了考駕照，我哋講一下係應該考嘅海牙駕照嘅時節，該是未係應該高中畢業我要讀大學嘅時節。本來係想講哦，來台北讀書嘅嘛，想講來台北讀書哦，該人生地不熟，所以哦，先攞去考起來，後來人就後來可能有乜嘅東西，所以實在得用咧。所以該時哦咁講，我媽媽唔肯不愛考，佢講哦。咁2張年嗰啲衫會走咧，本應考到4張年啦，佢很難唔定嘅。係啊，所以嗰時候係讀下學，我家婆講我先去考。哇！經常聰明，萬高橋係啊，萬高橋送家
原版差不多。嗰時送課時嘅時候，嗰萬個佢嗰時間冇按多錢嘛，唔講食破食嗌，嗰時我嗌老食破講，我嗌考到，我所到前班應該同你處理了，因為講到了是有時間苦，因為阿婆過幾年其實自家生意搞生搞水咧，係啊，咁個嗰時你考駕照嘅時間，嗰提一通考嗰時紅印2通考嘅時間，提3通考，嗰教練是冇上過嘅差咧，因為我通常是學期來，其實感覺我呢兩年東北哩，嗰時係考數派哦，因為你就去搞便宜咧，該考數派是數派跟詞派都做咧，下上千呐，下家清醒嘛。我們嗰個時候，嗰陣時時間地步，嗰時都動數咧，咁都無聊啊，嗰時咁做一件動屁嘅事情，是開始記錄啊，大概啱完成所有動作嘅時間，100下比100下。第18秒聽116秒，全部嘅動作都係完成哦。那才是一級數誒，係冇錯。還有咧，是個直線加速，是一定我石頭動加，又把石頭停加石頭加叭，個教練就走出來講，你哋死咪嘅。個教練班哦，啲部全部已經是讀書時間，了解你腦筋時候，那個差死，那教練車準係賽車來死啊！本來是按用呢，練差是按用練啲嘛。拜託，我這教練車冇法圖按用hin哦，我已經死到會擺太可以哦。一個阿維倫，你去講咩18歲就曹本英考到誒，曹本英考到誒，送一成年嘅曹本英係咪？送一成年嘅曹本英，我都拜係曹本英，嗰個係呀，前講嘢係識叫寫嘅，係呀識叫寫時嘅考到，我即個係一隻非常容易緊張嘅人，各位嘅教練班唔係有視察要動到嘅嘛，倒車入庫啊，然後就會讓我講，哦，看到嘛開你幾多錢，看到嘛開你幾多錢，係咪同佢底部有就講，好向右3圈，向左3圈，倒退，我即個英文嘅教練堂安尼，各位有一擺就試，大概有試過嘅，去嘅嘛嘅嘅有一檔上坡嘅嘛，起步啊，好，咁啊想我起步咩？就拿去，搞開頭，用唔會行啊，就問佢，教練啊，用唔會行咯，佢就當人看得挨。腳標啊！因為你用機腳，因為你當然嘅油門強下啦。佢講，你當然咩唔行？教練懂嘅呢？腳啊，緊張啊！因為唔加鬆口下，唔自家行講出來，嘛，佢左3圈右3圈，嘅教練已經翻白眼。係，咩已經咁緊張，咁唔記得，佢上嚟講右3圈對冇，左3圈對冇。而且是眼睛按用係嘛？唔講講真嘅啊，唔像你用機腳來視察人，真嘅當危險。他把人那片愛出外愛視察時，冇好本來做。真嘅要同大家講下，安尼散開佢在路台，冇錯。當危險，當危險，但根本衝到。講係一支腳真係唔會死呢。跟住冇視察，唔過真嘅像誒所有觀眾朋友想下，唔計用是靠駕照嘅駕下發生過那樣嘅事情，韓國人體台差、體量差，係乜嘅差？等下再來繼續同大家傾下來分享了。歡迎收看《後生定下位》，唔知大家平常時都係做乜嘅差嘅呢？今日呢，我教大家3種冇常用嘅詞彙哦。第一就係開車，視察。我當日都係視察來上班。第二，機車，記差，佢錯本日買新嘅記差，限排條哦。第三，車位，車位，喺台北市青島車位冇人改哦。以上就係今日嘅詞彙，唔知大家都學會嗎？會記得咯。歡迎大家多多嚟後生睇上我節目現場，上一台新聞講大家講自家乜嘅時間去考到駕照，考駕照嘅時候發生那條神奇嘅事情。唔過大家咧下都出社會嘛，就要用到一系列錢，就想去講啊，自家要自家查呀，不管係奧多派也講係呀，大家乜嘅時間要自家第一台查嘅阿 V，第2查乜嘅時間買？第2查係25歲嘅時間買嘅，佢係一台一輛配上人嘅 Q 茶，佢因為佢係 Honda Civic K8，喺架位地點也係 K8，佢因為佢係 Q 茶，所以我嘅保養都用多錢，係因為按用嘅關係啊，佢就特定我行台上線
慢慢嘅去表演。哦，浪漫退散。還有一下我手本新嘅茶，採用一係本田嘅，就係Honda嘅。Honda Fit，個很多 Fit，大家都可以看一下。有試過有賺到錢？係啦，冇有貸款。也是現在是已經是有車階級了，冇窮人。身材還較好試。嘿，冇錯，然後身材就很難後視，這 fit 沒係我原本的選項之一。現空職業，後來是因為認識其他的業務員，然後所以鼓手就買其他的。不過正經懂後視啦，對於這種通勤方面來講，正經係懂後視。UKD 推邊哦，懂後停茶，懂後停茶，一懂上油，上油啦，上油，他趕緊可以上一下。哎，我們沒有收那 Honda 的廣告。哎，對，歡迎贊助，歡迎贊助。給立家來講下，這個係第一台茶。第一台茶嘅呢，就是福特的 Fiesta， 好，簡稱叫，謝謝。我喜歡有咩 feedback 有沒有？其實這簡稱叫小肥 CP。好，冇啦。不過呢，一 Fiesta 呢，其實我係懂中英文講，因為其實一開始啊，我喺買茶嘅時間，我就想講啊，我都喺買中古茶，又係新茶，中古茶係新茶。其實見啲嘅高長同艱苦啦，但清明係靠另外起來重口，想講哦，係喺中古茶好咧，試下嘅時間卡安心掉嘅啦，唔會吃到好像撞到很這個心疼的感覺，按用嘅感覺。唔過嚟吃到呢，我買中古茶嘅話，吼，就攞前嘅寵物醫院共用水凍橙。真係水凍橙哦，用板講呢，因為呢買茶嘅人吼，因為款佢有肉身嘛，佢會偏硬嘛，哎呀，嗰種係前後差唔多，要前嚟要半年嘅時間，半年哦，因為呢設計呢係講，嚟做買中古茶嘅方面，咩做你聽錯買到最好嘅中古茶，喺佢點陣嘅人啦。係，嗰時候你幾時買到一台茶，其實沒上去年份，因為一開始係咩東西會買嘅 Fit 啊，什麼一些什麼 Yaris 啊，你要掉嘅茶，但是我要看一下家私嘅關係，預算清皮出限度嘅呢台茶嘅，因為買我係年份嘅，因為佢 TE 大家都團款啊，佢係幾年嘅茶嘅。兩勇士應該買有半年，到兩下應該係7、8年，好幾3年嘅茶嘅，3年嘅茶嘅，要好係因為講佢開嚟3年，唔過呢，但里程數才4萬多公里而已，嘿，再講係佢要係不用到茶庫裡邊都嘅茶，嗰時候款係買東西哎呀，佢底部都打開，佢嘅捧頂要係皮嘅，嗰時候人就想講哦，也係年份茶嘅，又可以紅色嘅，嗰時候大紅大紫，然後它的車號叫什麼去了？9C58YS 就是945發財的意思。Yes，對，錯。如果你家茶真件一時，啱東西啦，是生免嘅，對，因為佢底部都真件都東西，他就是一個有錢人的車主啦，對，有錢。可能是買菜車而已。嘿，真係買菜車，他就是有懂嘅茶誒，然後青菜來開。就可能就平常說，我去紅料嘅價，他才會試料。就是一個貴婦車。古時候眼看你價會托料台茶，可能係因為價嘅茶牌嘅關係，較多，就係嗌法。係9C58。就係嗌法，就係嗌法。好，唔錯，懂好。好，下次再找一個發的給你。好，走地，冇問題。你阿會吼看一下最會試茶嘅人我都呢一片嘅吼。嘅阿小鳳啊，可以按唔會試茶，又按唔會托茶嘅，又按唔會啱唔啲，還有嘛？我係嗰時候，我係咩要佢預算去考量。嗰時候我聽台茶唔太加團，嚟得買3萬幾。哇！梗係咁試啫，看準的時比歐多巴還較便宜啦，嗰個嗰時候睇下啲大帥顧家行眼耳講就不動態，啊，我買茶啊，我日佢台茶報廢嘅嘛，我記得報廢都要拿幾多錢哦，萬個膠天天嚟講，唔算算啊，人家蛋糕還有嘅影響啦，你講50包，唔算算咧總共幾多錢？真係冇就差唔多3萬塊，3萬塊我買，買茶嘅吼，唔是靠你嘅。3萬塊比歐多辦較便宜，係啊，嗰係用係幾台茶嚟買㗎嚇，已經14年。哦，流差比年水還多係啊。係啊，我聽到魯迅吼，那係有人停茶變到牙茶，牙phải推幾次都講，哎呦，排泄用牙茶擼到了，你牙即家茶門哦，牙即家茶門牙一罐牙用腳墊嚟。
我唔爱神通，啊，偏硬是买新菜，好啊估计啊，我该菜先发一下嘛，我寿司拄啊落去就是诶，我根本就唔爱心疼的嘛。老弟还没聊吗？喊不，嗰陣時最方便嘛，個停車萬奈就都在停。嗰陣時去到嘅基隆路、老嘅和平東路，六總來啦，六總來嘅度誒，根本就全無茶位嘛，我唔用油神可以做檢查，我就凊彩路順停下來，四隻窗門搖下來，嘅眼睛蓋到佢加起來，即茶嘅貓嘅相貓可以來就像報復一樣，啊！啲茶一天廢鐵嘅，茶係毛，係是廢鐵，然後我就去做檢查，叫我做檢查失敗哦。張本警察開到一種呢啲，哇！啲警察係好點嘅喏，啲警察又講，一台餐用特別就啲啲廢咯，開唔下嘢真係開一種。官長多咧，算嚟貨，嗰下要半睇下團一下，3萬塊買茶，最後買幾多錢？100。幾錢 Q 聽聽嘛？我買2萬。我嗰陣咩義工八動態，我睇到啊，我買新茶哦，唔好，一下哦，政府有規定哦，要中古茶吼，都得折抵貨物稅5萬。我就講我呢套茶哦，我2萬買，持有半年我叫100稅金，唔好超成本唔好超過3萬。我說唔買新茶，限都得賺2萬啦。你睇下到，哎呀，真有道理哦，叫得我買。真嘅有道理。佢冇算到白嘅，佢買轉去台北市停茶係行開錢。係啊，跟停車費哦，可能只2萬咁難。我係講嘅貴到嘅，佢都係買。誒，故事咧，故事老太家講吼，乜間研究都在搞。王小鳳呢種研究，我兩個研究搞，佢唔會做嘅卡。再上先啊！偏人嘅再就王小鳳嘅再啦，雖然貪唔得，個阿偉嚟講下，即個係茶嘅。我即個咩係係叫100，我係朋友，我即個係只有我都擺咩？做什麼炒偏人嘅茶？跟有一擺炒偏人嘅茶就讀到一隻故事，就一個你本來東鄉嗰啲創過嘅，哦，大家東鄉啊創過嘅，有視察，嗰度竹洞嘅鄉下，做忽然間就有一隻烏鴉從嘅寒空嘅照出來，14路佢會寒空安照出來，像咁開烏鴉就衝到安尼嘅茶嘅照片安尼，各位就像我3期咩，貴價茶就4到嘅銀行鋪嘅當官比上去，各位想講啊，衝到安泰哩安樣辦，就下去看一下，哦，嘅烏鴉係乜嘅呢？做一隻阿婆騎定一條奧多拜，就貴價嘢幫到嘅片，各位想講去關心一下，個阿婆就講，哎呀，動痛哦，用4安價。我嗌就冇問題，其實係做咩嚟？其實係做咩嚟？各位就講，哎呀，阿婆太死啦嚇，要報警咧，咩要行救護車，你好上癮啊，用4安茶4安價，個幾片要學當客家嘅撞咪，當做撞到你行出來就關心佢，就一係要太上哦，係啊，就記住4安價啊，堂堂下就冇爽快了，你搶風燈，你又從忽然間從旁邊走出來，佢就講，哦，冇關係啦，阿婆啊，你要行警察嚟啦，嚇，咩要報警啊，重點係哦，阿婆你搶風燈，各位嚇，你嘅行查記錄器就全部都要協調起來啊，佢堂下都佢種，佢唔怕，警察嚟，警察嚟唔可以喊咩啦，警察嚟唔可以喊咩，其實上一強嘅奧多拜係做得強奧多拜啊，可以強嘅奧多拜，上一發我借嘅，好彩因為嘅奧多拜可能衝鐵太啲咧，叫做翻唔起來，個拄好嘅警察嚟要來，做嘅備料咩，嗰叫做借唔提嚟啊，嗰時候爭佢喺來爭要賠錢，冇叫做借嘅，因為佢衝鋒定係做喺外，唔過好彩啦，佢真冇嘅什麼樣嘅安全，亦係講動嚴重嘅挫傷，冇辦法行賠件呢。並要行卡 K 啊，唔是誰？咩嚟講啊？其實一開始真件當件狀，你衝動太烈，嘅冇事可能會單條命。唔過真年輕喺面佢係冇挫傷，冇辦法講講係有傷勢嘅，佢係有挫傷啊，亦係有可能高成啊嘛。所以係健錯，而你咪冇注意到。嗰種係做安尼咩冇。咁樣注意真係當難啊！佢一忽然間走出來。但是推翻一隻動踢拐嘅條文，叫做應注意而未注意。對，係冇唔錯㗎。跟住忽然間安樣辦注意，太大講。唔過講真嘅，這種事情哦，就個你從台灣華語叫做移動式神主牌，對，咩叫做阿公婆，陸空行嘅阿公婆牌，嗌大拜就老亞美講，唔係佢係移動式神主牌，但是係佢要本配上嘅變神主牌，好冇？拜託啊咧，哦，嗌都看到兩種菜，即係嗰種神主牌來，你再用感應嘅，對家唔錯。古時候都陸空真有下生意的，咁談講好心買一種都陸空吼，自家老豆自家係藤原拓海，明啊。唔係意啊！雖然講緊時差未當家啦，咁講緊芯片嘅朋友，讓我冇看見咯，真是嘅技術動學全部係差線啦。
真是，假设哦，因为讲下故事，因为白，假设我喊你来土推的时间，因为应该你结束伫台北差不多9点钟，你讲个你上一条要到发练。哇！佢9點鐘到發咧，其實有點會變啦，係有點變。咁講轉去運衫褲啊，嗰啲啊，所以我哋約好，7點半到，我朋友幾乎卡定，我哋兩三時差順，我從順沙錯開幾個差下去。其實我講7點半到12點，1點半嘅時間差開始。其實有意思咧趕啦，梗係係摩擦嘅時間趕得到。一開始前面是真心冇買差凍筍哦，你看記得該是嗰啲石頭嘅花蓮火拼嗰片，如果係行路山路，因為挑戰行路凍筍嘛，是石頭凍夾，結果挑戰一頭差真是凍慢啊，凍貴比貴還要慢啊，咁上日排隊咧時間會到咧，咁上啊。好啦，就要超過去，超過開始直接跨線超車嘛，因超過因為本來看對面冇超，就超過對面大好嘅一台車來，湊起來，一台車已經試過，嗰種快啲試咧，我看阿公婆。結果我朋友只是1秒鐘的時間，這個油門手剎車再加剎車，真的是1秒鐘這樣咔咔咔就過去了。兩台車按過了，就是按放過去。去山路吼，去遊賞時吼，去會車騎車就單線道停。我去騎車一定唔驚咧。真心按過嘅聲啊，本來凍上水哦，我開始驚心動魄，好像人生得了重生的感覺。下禮拜以後係咪好好做人？唔係，上個以後我係湊火叉手。你一朝嚟講下，台南不是比較幸福，冇咁錯。你一下福氣東河哈，唔過前幾啊，路況哈，大家還係遵守交通規則。有時候這種事情哈，少做一點。因為不是我做的，你從你的才。沒 Q 用，老聽朋友講，他人生沒有多少是可以受這種驚嚇。真緊啊！唔過台早嘅時候，你看，因平常時都路況視察，兩人講你行路嘅時間，維持到台灣嘅交通當定影降毛，等下將來繼續到台早向下來分享了。去台北啊，佢有同本同到開茶拖嘛，然後慢茶拖。上次像我第一班，我記得來到台北試茶嘅時間，我就想過，到底什麼時候在這邊？慢嘅時間多兩年。你快車道，上邊快速道路冇空樣，冇空樣，然後又衝至零年。如果路況駕駛發現到，你可以共茶拖當空用位要閪啊，你哋要見咩台北人？歡迎大家都做嚟香港台上觀節目現場吼，家談到吼有乜嘅車神嘅故事啦，還有嘅撫養嘅故事啊。真因為知道台灣嘅交通因為安定影響，不過僅僅係道路安全嘅資訊查詢量吼，佢都有寫到吼，2023年嘅統計吼，1到6月嘅事故嘅總事件數就超過嘅20萬件，1到6月故上就提。其實台灣當年都發生嘅交通嘅事故啦，部長講有可能會有人挫傷，甚至會有人過身。不過大家會知道講啲台灣試茶啊、騎奧多拜啊，也係講甚至你係行到路況嘅行業，會知道台灣嘅交通真係當定影響喎，阿家呢？我知道不管係騎奧多拜，係試茶嘅都懂每樣，因為懂到人講我去美國挑戰嘅倫巴底街，因為個彎頭動到安尼。唔過我嘅朋友，我爸爸去試過，之後佢根本冇乜嘅。你意思係我爸爸係我朋友？係叫咩係我朋友我唔錯。其實知道佢真係冇乜嘅。其實我去挑戰台灣龍潭到楊梅同我嘅寧古山嘅老莊路，我嗰個朋友都係去挑戰看看，因為個路洞細。比個美國嘅很艱難事，真嘅。冇唔錯，因為我大伯去潛嘅水簾洞山，去潛假年嘅時間，我都試嘅羅莊路，佢喺到龍潭到楊梅嘅最近嘅一條路，唔過個路真係彎彎八，個家要動起，一下就那個坡度大概超過15度。係真嘅。台灣啲家姐嗰啲衝天應該識到幾多嘅？當然都被打嘛。你開個來回銀行出來，呀家姐就不都有真嘅，唔知道，假使你到台灣兩種路況試得，你到其他位數咪試得。如果講到啲台灣哦，要當然係當唔好啲上都啲路嚟試查。如果講而喺到都市地方吼，應該嗌上
可能要动人希望，像个英国做在厝个都市税，就唔家是菜落来，因都係要储税。嘅阿里家，唔知台北市视察經驗很有問題。反正你知道懂危險，要懂電影樣嘅上司就會台北市，因為視察這件懂麻煩啲嘛，因為呢大擺來到台北市嘅時間，嘅時候心衝都係動太亮啲嘛，係從第一年嘅時候，從安補亞嘅時間啊，台北市嘅路票啊冇清楚，上司有啲冇清楚，佢冇清楚就算佢冇補車來，我說看嘅時間就看唔啲我用版來試啦，係佢第一年啊要知道嗬，佢台北啊，佢要動款動到開茶拖嘛，然後慢茶拖，上次從我第一班我記得來到台北視察嘅時間啊，就想過到底什麼時候在這邊？那個時間多兩年。離快車道剛開上嘅快速道路，冇空樣，冇空樣，然後又衝至嚟。韓國唔過路況駕駛發現個，你喺公車頭當空用乜要係人，就得見咩台北人。可能係危啦，好過啦。但係上時候，不過就唔啲講，都帶有用版來試啊，就當容易衝走。佢第三呢，其實係說台北市呢邊嗬，真係懂危險，因為公車。真係懂哦，上次記得試嘅時節，可能就冇看拼嘅茶嘅啊，其實我衝過來就衝過來，佢說第二邊真嘅就台北嘅司機拜託大家，我3條道嘅，3條條嘅，我改善一下好冇啊？咁我人嘅900，咪嘅是人嘅茶牌9500，我用一下，好哦，記得咯冇錯，冇機會去檢機哈，因為前幾年6月嘅前幾年就拄好就發生過，嘅公車一下切3隻插頭，不應檢。不應罰錢的事情嘛。不過真嘅啦，這種公車駕駛，因為好點變一下切3隻插頭，我真係會動嘅。真係會嚇到說，一台車都在。公車時要試到嘅路係幾嘅呢？因為咁多年叫我視察，叫我切從輕在最外面要切到輕底部，佢數出來存出來，佢存出來再切，然後佢冇大小呢，切出來存出來，切到差幾嘅呢？因為講到太假就講新嘟嘟的，就好像是很有心有戚戚耶。給阿 Selfon 知道在台灣視察啊、ขี่察最大嘅危險都那片。就用台北市，依家最大嘅天色係乜嘅你冇？架奧多拜動到。好，真係2年咧，係要2年嘅啲路況，4人才未動到。哦，超我停紅綠燈以後，人前面停的係奧多拜，人邊順可能都4人差。嗰4人差吼，紅綠燈較大嘅地方吼，佢起到樓奧多拜平價，唔係嘛？係，我做動厲害，啊，上來視察嘅人啊，大方向燈，我咩冇馬咁甜痛，唔係嘛？我想我。你都按拳啊！cái ô tô bay 我上來較夾，cái 4人才行得天天尖，我就叫我腰法來夾，點解腰片安尼尖啊？啊，之後用啊，之後人動誒，用佢成個啊。等於講一聽乜視察，我視察嘅人啊，啲等嘅4人才超過我，cái 後擺才沒有。韓國而家台北4人才動好起嘅橋誒。係騎嘅橋嘅時間動電影這樣子，它就是要騎不騎的感覺，這樣子。中意啊！人家講嘅純數嘅，嘅4人才就安尼，啲台北市騎，純數，然後一騎數安尼。錯。係，唔過佢安尼優秀講冇，嘅3線道嘅地方，騎4人才數安尼當頂，然後擺一騎數吼，當頂騎下台查嘅個奧多拜，唔知嘛？佢騎4人才嘅人啊，係啊，所以係一等人。你上次話是就講，雖然安尼兩下就推廣，就希望大家多嘅去4人車嘅講反駁嘅觀念嘛。不過聽到咧套路嘅設計，假使冇設計好，電動會造成更多嘅危險。凊彩強嘅變到一下，就像人家講嘅阿婆啊，佢放唔起來佢快嘅，做快啊，係啊，可以試哦。真嘅，不過像係後先插上去其他嘅蔬菜去料去搞嘅時節，你轉到台灣，唔會試到講台灣嘅交通真緊當定影響。哦，我準確講，我台灣哦，我哋個交通事故問題，就是按千面哦，同安尼。你真嘅不知道算是按千面，準確係冇關係。詐騙嘅事情嗎？沒，我覺得它就是一定有原因，有原因的呀。冇講我買細酒嘅啊，甜甜嘅啦，冇食重複的啦。尤其挑戰大家講嘅公差，冇食個小黃，開始凍定一樣，還有啊，又領那個阿公婆，又領那個阿公婆，就是移動式神主牌啦。我看進去凍定一樣地方，喺台北，因為平常時間喺台北視察嘛，係啊。哦，有啲嘢進去啲個家長用辦來嘅，咁明明考試嘅時間是要講，你轉彎適合打開方向燈嘛。我唔記得。佢方向燈可能做假嘅，冇使做好看嘅啊，冇使轉照片、大相片、做假嘅。唔打嘅，
嘅，我甲真少嘅電影講到袂是含有平常時時差，平常時差我天公已50塊電嘛。不過紅布通就仲係開燈吧，佢紅布通唔開燈嚟啦，冇事個，佢時差嘅遠光燈就講明燈嘅啦。係，而家講去個打臉，佢試喺山路唔知冇，試山路冇踩，佢還會開遠光燈，看較清楚。結果唔看到踩落，我高雄山架下，佢水接過係啊，佢遇到技術嘅。唔嘅，應該唔切聽嘅全數看到頭前嘅。真係講嘅，那真嘅全數會死到該3公尺，那全數當電影講咧，係啊，我了到囡仔全數當綠色囡仔，我唔該講台灣哦，跟交通事故這麼嚴重，全數唔係講冇原因嘅，該駕照可能係那蓋比了問題啊，你下蓋比可能冇好咧。睇緊冇學蓋比咧，唔係即係意思講，這個唔啲咧教教多啲，那片考到咧。係啊，該火車會打嘅，打嘅唔係嘅，冇事嘅，看火看唔輸嘅，闖紅燈、搶黃燈，然後不開燈。然後上次其實啲台北當到嘅共享汽車、共享機車，佢都當電影鏡，真係當電影鏡，真嘅。係啊，所以你台北時差到大家嘅記法，另外比差很惡。哦，就是太監唔惡就行唔對，係冇咁錯。好就講過，就是太監就是心有戚戚。不過講真點都，交通部嗰陣時都2023年上半年時間推出，而咩唔係推出新嘅，咩就正式開始嚟執行兩條規定，就講行車嘅駕駛視察，還有其他人駕駛個路口家下有斑馬線有行人，我人可以行過去家下，我讓其最少3個斑馬線，就是講差唔多3公尺安嘅，駕駛冇讓其6000個人，真係當到順應。古時候大家對兩個規定新嘅開始執行過後，新嘅處理開始執行過後，你就要有乜個新嘅想法嚟阿美論。我知道非常嘅奇怪，一個真係非常嘅奇怪，因為3公尺大家有視察有騎我都擺駐地，所以我知道用行人係好嘅。唔過我知道有政策，重新來設計老師講。路口就冇3公尺，唔係有3公尺咩唔咩啊？你上講你可能3公尺，電機行，有啲路嘅動態，3公尺電到嘅喐電那個描述，算起嚟以後，逢電你唔爭做得行，一台車行過，你做搶逢電行，後邊嘅車就四台台，個下呢？下一批那個行人頭變燈，又咁樣，按你用眼做視察，用眼做工，還在溜手機咧，然後天天咧。嗰種我知道，我唱有當到我去國外啊，有當到國外去樣板嘅，叫做行人頭嘅行嘅時間，車係全部做咗唔高，比總共比30秒。好，下呢拜呢，好車頭試嘅時候，行人做咗唔高，比總共1分鐘。你大家做唔是慢人用慢人啊，你做唔好視察，那所以你可能較好。又係人車號誌分離啊，你講台灣兩下當到嘅態路口差唔多有做兩個嘅設計，唔過冇可能大家香港從細路口，有種人車號誌分離，佢可能咩乜當久啊？就根本就冇可能嘛。嘅RVE，你即刻知道那種利用行人3公尺那種規定，對你來講有乜嘅困擾，也講你知道當好。我知道係冇乜嘅適合，不過我知道我去到日本，當到人都視察嘅人都當有禮貌。所以我哋意思就講台灣運動，那日本咧學習啦，日本咧係真嘅，3公尺就會停下來。日本咧人行路當假，反正有啲人天天嚟行，係咪溜數嘅？天天嚟行。像我想講，用路人也係需要嘅，真運動必要啦。不過有陣時像我哋會講通告，駕駛當有耐心等一擺，駕駛路人個態度嘅人動到，再個加等一擺，我就會你就會差唔多錢咧，差唔多錢。一意思就係唔講他做掉就冇用易賠到錢呐，我衝落去差唔多12000，你就想佢衝，衝下去就12000，可能算一下，衝下去可能唔止12000條哦，12000後面再加5個零。不過我知道台灣係有隻規定，當奇怪，因為台灣吼嘅路況嘅事故啦，叫做學校強用，就小學生6場嚴格，2個都有錯。哦，係啦，
照折比例，就是发生乜嘅碰撞，该有讲一条啊，应注意而未注意，不惯用一天可以用啥唔错，去到小学生够用啊，所以我生意掉啦，要耐心掉。講到呢都按到嘅問題，唔過正經等下我閒聊一下，等下將來問大家再講，認為講對你來講，台灣有哪條交通嘅問題係一下超想去攞佢解決題咧，等下將來繼續嚟睇下，傾下嚟打再估了。你踩老闆撞一隻喇叭，出隻講大，啊腰笨咗，有點像他說右轉彎沒有帶剎車，會有人嚟剎。個太火柴，古天嗰種嘅。冇辦法變化啦，冇辦法變化。其他希望大家睇到幾實，幾實啊！嗌你好優速版，右邊嘅行業請注意。向下去嘅，冇就卡吉條，冇就卡慢條，你錯。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睇上個節目現場，最近基本上大家最近討論動多，比如講自家道路上遇到嘅問題，亦係講唔錯拼嘅差，人嘅問題沒有，路嘅設嘅問題沒有，唔過兩下我請大家來分享一個，你自家知道吼，到台灣度，你知道呢個問題對你來講最重要，你應該提出優先來去改善嘅問題係哪度啊？家呢？我知道最危險嘅 visual 就係看唔到嘅 visual 死角。因為咧大班永遠過馬路嘅時間，視察會轉彎，佢看到眼就會嚇到眼，看到佢沒有嚇到，其實真嘅。你睇，哎呦，看到就想聽白嘅咩收到，喺個現代講冇關係啦，我唔係啦，因為佢定眼定，佢就係浪費咁多時間啊。古時候人就想講，像 V 人咁樣，咩係我司機成本。踩行過去，冇種現成行過去，睇下可以分開，冇向下來行，真嘅會浪費咁多時間。假使呢種嘅視覺呢種視角嘅問題，其實係道路嘅設計嘅問題。比如講，多兩下有懂得道路嘅設計，它就會讓那個行人往後退縮。所以呢，你估數你過路嘅時間，假使踩一百過來，剛好你一定看到行人喺東亞嘅面頭前，唔喺東亞做出它優速片。估數咧可能係加定一個道路嘅設計，做對改善一個問題。沒錯，對改踩有一隻方法，就係啲踩老闆撞一隻喇叭，出隻講大，啊腰笨咗。有點像他說右轉彎沒有帶剎車，會有人嚟剎。個太火柴，古天嗰種嘅，冇辦法變化啦，冇辦法變化。其他希望大家睇到幾實，嗌你好優速版，右邊嘅行業請注意。向下去嘅，冇就卡吉條，冇就卡慢條，你錯。懂寵按面線，都奇怪了，對馬路人啊，有冇用嘅人？視察吼就會練起個品性，你冇？真錯動衝，你冇？真嘅，你講好嘅路況視察嘅，就係訓練起個慈悲心，你知道？啊，對所有嘅路人都要較慈悲啲啊。其實細可能要少到嗬很容易啦。所以講講日本嘅那個脾氣真係下好。係真嘅慈悲心嗬。即阿比倫，你可以做一個慈悲心嘅人。冇，其實冇慈悲心。但係看到我希望改善嘅事情，就係奧多拜路嘅海呀亂停嘅問題。古時候大家看到亂停啊，就阿妹冇慈悲心。咩真嘅啊？比如講我先嚟講奧多拜，好，大家同個銀行投行，撞到奧多拜停到幾排嘅，幾排做乜嘅呢？我行過去啊，做從紙片嚟，我用夾咪真係講夾咪個很卡漲，有上時夾嘅旁邊嘅就冇辦法，過唔得，它旁邊那個堵誒，不是會把它弄出來嘛？嘿，佢刮到人家腳，還有上時嘅奧多拜漲停下了，當時嘅排氣管當時被落到啊，就被落到100，就規張嘅嘢就全部都變冇曬咧。你動頭機嚟，而家搖到喺碰空啊，出到係高嘅氣，結果係高氣加下就發現到。所以講人肉都全部佔到嘢。係啊，高唔起你啊！佢還有像海洋嘅咁樣，從那補習班啊，又係講不用學嘅時節啊，又係講當到下班會買車咧，當到人就亂停嘅海洋兩台，就按你並排停到嘅路順，跟住你視察一下去，我都把一個安陽板過，跟住黃線，你就超過去到逆向車道你才能過，嗰個並咗違法嘅安陽板，故送我知道亂停嘅問題同重要。你睇，就係人嘅設計嘅，這種算是個人品德嘅問題。可是也係集體嘅品德模糊，但係大家做案你國營事業唔係就台北，唔係個總人啊，大家全部做案你啊，喺同路地方做案。你講來講去全部講客家總嘅。哦，唔好意思，台東啊。咩？呢個大家
是个有一家营地讲过，我不能够因为贪自己的小便宜，和洋洋都太自个。所有古时候还就是在日本的那种民族性讲，佢干面讲自个好冇放片的，因为本台自个的放片，不过到台湾的时间，大家可能还会有一种个人主义的形体，好发展这个，为什么不行啊？大家都这样啊，为什么只抓我？没有按样嘢看严，不过咧头先来渗透的这个，在法律上有一种看严这种，不能够宣导违法之不平等。结果你说别人被罚了啊，为什么只有我被罚啊？怎么解金毛不应罚？唔错嘅事情做唔得做就對嘅。唔錯嘅事情做唔到，捱唔錯，見咩唔錯，捱咩唔錯，經埋喺公平，捱咩愛磨唔錯。做唔得按樣去，高音做慢快多，冇唔錯，就係亞洲風波唔講，唔知道到台灣咧要呢條交通嘅問題，一下將野外行嘅上線要動到嘅，會少咗自家聲音咧，自家喺過路啊，一個慢嘅時節。特別新泡泡嘅食材，總吃到硬要把食到按慢，一下按摩，一下語言先嘅，我一發現到，其實我希望啦，台灣吼，尤其喺台北市。接生人咧，貴少富圈咧，吼一份時段啊，我有嘅嗰種慢行茶拖，佢下課加嘅兩片真人當到生人咧，有啲我都把小到按架，真人有生人咧，家中啲對面，啲馬路對面咯，佢撞下過去，佢扶唔真啲，真是，嗰我做咧就茶拖咩做得有啲嘅社區啦，吼，佢喺度路人街，真人有時咧，留個立委員會參與上講，看做得去神槍咯。有得個社區地位，個路就係你去做過出來聽聽啊。個有得查咩小動靜啊，做個咩懂明顯嘅。冇錯，所以講有得像我即個大家所在嘅附近有各種各少，佢哋真係有神強嘅慢行嘅時段。如果佢早晨差唔多係7點到8點，還有下晝頭差唔多3點半到5點之間。我所以下有按你講嘢咩人，很懂人冇。如果你都兩個時間，它就限速就是40，因為都好高負圈嘛。其實有聲音嘅地方就要注意啦，聲音要注意到。唔好你小眼鏡啊，佢40到60扣點，一個聲音仲出來那一檔嘅人，係嘛？聲音太假視察假，真係下聲音的阿 V 啊，你切架遲到，對於嚟講，你成為改善嘅問題係乜嘅？我係想政府做啲開放高速公路嘅做啲行重型奧多拜。還有南北還有重型奧多拜，改出做咧很多台山間。這都已經一時差，但係重型奧多拜，太敢唔適合。另外就係路平專案，我知道因為動到太路就會有空隙，係所以駕駛做啲不必平來，動到檢查嘅。佢做嘅。天發現咧，熱得好，補咗去以後要揾牙齒乾咧，熱得去補啊好，要揾水天咧，熱得去補啊好，要揾捷運咧，熱得去補啊好，要揾天星橋嘅。係啦，所以同困難。不過最後一個就係我知道飛機查嘅燃料稅還有牌照稅都做得做清唔是數。好，做得有知道哈，做得要懂好。我老唔講，唔背蒙客嘅，蒙到嘛梗就有啦。退稅，而家蒙有貴嘛梗，是啷唔貴嘅？貴牙嘅條要張神。你拜託喺你面前咁嘛錄屏狀喊做的，嘛梗唔是屬燃料費嘅咩？梗東西啊，這個事情。講真嘅，唔是屬於他差價是100萬兩，我變3000萬兩，全部你買將中阿姨買晒，前面唔是錢啊，一些都投資本政府票嘅。係啦。唔過正經嚟講，基本講到動到即係講老交通有關嘅，大家咩有注意到台灣嘅交通嘅，唔過最面係提醒大家，後頭班人就講過吼，唔視察嘅人吼，就像樹狀、桑士鋪、腳踏鬼門關，嗰種nhà嘅結天會影響到規則路況嘅結天，嗰種要提醒大家，過路後家下天窗會停下來，可以看一下，怎個行出去，怎做在保庇大家快快樂樂出門，好好平平安安來賺到屋卡。最重要係乜嘅？下禮拜強嘅時間，天窗會繼續在樹坤後上太上谷，要花太假歌。我視察街下，迄講拄到測查也係有人違規，好點點的，我就會發火，甚至影響到我視察的。拄到一種情況哦，請大家天作心情愛平靜，才唔會變做危險駕駛哦。
希望大家视察的街下，天出愛細意又細意，遵守交通規則，因為平安才係走落卡嘅路。